30幾年不聞不問，佢將能夠繼承父母嘅遺產呢？喺文化典頒布5週年之際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咗以傳承中華美德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專題嘅典型案例。其中叔父起訴侄仔法定繼承糾紛案成功入選。呢單案件唔單止係一場關於遺產繼承嘅法律較量，更係一堂生動嘅道德教育課。佢讓我哋深刻感受到法律對傳統美德嘅捍衛同埋對不孝行為嘅嚴懲。案件係咁樣嘅，呢個小狗咧作為家中嘅獨生子，本應該肩負照顧父母嘅責任。但係咧，1992年年僅20歲嘅佢喺一次與父母嘅爭執後就離家出走啦。從此對父母不聞不問。媽媽患病嘅時候，佢未曾刻意關懷照料；媽媽去世嘅時候，佢未曾奔喪送終。父親老高身患重病嘅時候，甚至喺做重大手術期間，小高亦都未曾履行任何照顧嘅義務。而且同時，老高其中有一個弟弟，即係小高嘅叔父，對老高夫妻照顧較多，盡到了應有嘅贍養義務。老高去世之後，叔父就聯繫小高處理父親嘅骨灰落葬嘅事宜。小高咧好冷漠，不依理睬，但係咧佢卻以唯一嘅第一順位嘅法定繼承人嘅身份，領取咗老高名下嘅部分銀行存款。呢一行為引起咗叔父嘅不滿，叔父就將小高起訴到法院，認為小高遺棄咗老高，應該喪失咗繼承權，老高嘅遺產應該由第二順位繼承人嚟繼承。老高嘅另外嘅3個兄弟姐妹都認可小高應該喪失繼承權，並且出具聲明書表示放棄繼承老高嘅遺產。法院就認為啦，子女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嘅供養、生活上嘅照料同埋精神上嘅慰藉嘅贍養義務。繼承人遺棄被繼承人嘅，依法應該喪失繼承權。小高自1992年離家之後30幾年，對父母不聞不問，唔單止未給予任何嘅經濟幫助，亦都冇任何嘅贍養行為。父母去世之後，亦退於為父母送終，已經構成遺棄啦。因此，法院就判決小高喪失繼承權。小高喺老高去世後，自老高賬戶內所取嘅存款，應該由叔父嚟繼承。小高應於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返還。呢單案件嘅判決，唔單止係對小高不孝行為嘅懲戒，更係對全社會嘅一種警示同埋引導。法律不單止保護公民嘅合法權益，更守護住中華民族嘅傳統美德。我哋希望通過呢個案例，能夠喚起更多人對家庭責任嘅重視，讓孝親敬老嘅美德喺每一個家庭中傳承同埋發揚。